愿圣灵在我们当中。生命，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更丰富、更合神的样式，得蒙神的喜悦与赐福。再一次将我们以下时间交托仰望、祷告，奉主的名来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看221首你的话，愿主的话深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让我们能够免得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所生活所遇到的罪、遇到的问题跟困难，而让我们远离了神。所以这首歌让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，待会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《你的话》。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再一次，我们从头。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要将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新。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新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，愿神的话语能够时常安慰我们的心，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，蒙神的喜悦。今天牧师要继续应该2个礼拜前我们有一个主题还没有谈完，那也希望我们继续来将它看完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一个主题，眼睛得以看见。我们一起来认识保罗，他的生命如何被神所拣选，也让我们能够警醒的来明白，我们本身可以受神拣选的生命如何为主所用。那我们再一次一起来看《使徒行传》26章12节到18节，保罗信主的经过在12节到18节说：那时我带着祭司长的授权和委托去大马士革，王啊，
大约正午，我在路上看见一道比太阳还亮的光，从天上四面照着我和我同行的人。我们都倒在地上。我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对我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你用脚踢刺棍，自讨苦吃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。你站起来，我向你显现，是要派你做我的仆人和见证人，把你所看见的和以后我将启示给你的事告诉世人。我将把你从你的同袍和外族人手中救出来。我差遣你到他们那里去，你去开启他们的眼睛，使他们弃暗投明，脱离魔鬼的权势，归向上帝，好叫他们的罪得到赦免，与所有因信我而圣洁的人同得基业。”我们上次有提到，什么叫做真正眼睛得以看见，得以能够张开？这个主题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谈的是我们的心里面的眼睛。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许多不同的人，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见。不管是你对社会世俗的产业，或者是你对人生命的问题，或者是你对你工作上或家庭上各个层面的问题，每一个人的心眼所看的都不太一样。但是一个人的心眼睛得以看见有几个重点，我分成3个部分，要跟大家从圣经里面一起来探讨。第一个，生命的更新。我们从保罗的身上，他本身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，但是他的生命如果没有更新跟改变，他未来是不可能来为主做见证。所以我们从保罗的生命当中，我相信他的生命一定是做了一个极大的翻转跟改变跟经历。所以第一点，当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一个我们不曾看见甚至不曾理解的事情，必须生命要先得着更新。第二个是真理得以看见，也就是说，当你的生命更新之后，你会发现原本你看不清楚的真理，你会看得懂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当我在跟我的孩子在做一些互动的时候，当我在告诉他你要如何能够了解爸爸在跟你讲的，而不要随随便便的生气。那通常在一开始他们都很容易生气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父亲在跟他讲的道理，这对他们的成长、生命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真理。所以我就告诉他们，为什么你们听不懂，是因为你们的生命并没有了解、更新、明白父亲或者是妈妈、爸爸的心意是什么。所以生命的更新对一个人他如何能够明白神的真理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有人也讲说，牧师，如果我没有先了解神的真理，我怎么生命得以更新？没有错。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来探讨的问题，但是我今天没有要特别从这方面去探讨。我先从我们今天所看的故事里面，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保罗，他生命的更新之后，被主摸着亲眼见耶稣之后，他的生命当中，他真正明白他所遵守的律法，这个真实生命的真理，他才能够真正的看见。而最后他的生命就带来了使命的更新的行动。所以一个人，如果你要他去做一件，像我的孩子，如果你要他让他去洗碗，你必须要让他明白说，父母亲爱他，让他知道他的生命是被重视的，所以他就慢慢的去看见自己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，所以他就会更新的生命当中，他体会到那种爱的感受之后，他明白说，爸，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，他就懂得去听你所要跟他讲的真理。当他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，他就懂得，我今天我想要去打电动，我今天想要去得着我自己能够期待的东西之前，我必须要先学习去遵守他如何在真理当中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而遵守他该做的时候，他就懂得，我有一个动力，我知道该怎么样去完成该做的事情。
而不是用拒绝的方式来回应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一个真正眼睛心眼打开的信徒，他不单单是停留在信仰知识上面，而更重要的是他对神会产生敬畏，而对他的罪会更加的敏感。一个对神敬畏的人，对罪有敏感度的人，他自然而然会知道什么是真理，他会渴望看见神所给他的话语，生命当中的真理是什么。最后，我们基督徒最常说的，我们要把主的爱，我们要去关心那最微小的、最需要的帮助的人。我们知道这些灵魂需要得救的负担，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样的需要跟负担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看待我们门徒训练、读经、领受神的话语的目的，并不是要得着一个知识的传递。牧师会期待我们更重要的是生命有没有转化。我觉得任何的活动聚会，如果没有办法帮助一个人的生命得到一个启发，那么我觉得我们去参加那个活动或者是装备训练课程，其实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太大帮助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时常说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，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有他特别的目的。我们从今天的圣经节，从18节里面非常清楚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，上帝的恩典跟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在第18节的最后那一句话，好叫他们的罪得到赦免。所以我要问各位，我不晓得你相信因为你亲近神，然后你的生命有没有得着确信说我的生命因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得救。你要有那份信心，更加渴望，甚至更乐意把生命摆上，知道说我的生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要在主里面而得着生命的改变。那么要得着什么样生命的改变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从圣经经文我们要一起来看的。到底什么是生命的更新？生命的更新会有哪些动作啦？有些实际的行动。我们知道罪得赦免的人他一定要真实领受到得救的生命嘛。那么什么是得救真实领受到这些生命？到底是什么？什么是得救的生命？就是18节里面讲到几个。第一个，开启他们的眼睛，也就是你的眼睛有没有看见呢？牧师时常在谈论有关我们要做的侍奉工作，教会要推动的福音工作，但不见得每一个人可以接受。但是有很多东西是关乎到一个我们的福音的工作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去做的事情，并不是在教会里面，或者是你自己说我来到教会，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，不单单是这个。更重要的是你心眼有没有看见？当你侍奉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人生命的需要？当你在侍奉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喜乐？当你在侍奉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保持一个敬畏主的心，甚至还能够去影响旁边的人？第二个，他说要使他们弃暗投明啊！你们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眼打开你愿不愿意去弃暗投明？弃暗投明的意思就是说我舍弃那个黑暗面，而进入人生命当中的光明面。譬如说，当我今天来到教会敬拜主，我会预备我的心说，主啊，我今天虽然我这个礼拜非常的过得不 OK， 非常的不愉快，但是我希望当我每一次来到神你的面前，我希望得着圣灵的充满跟帮助，从你的话语能够得到改变跟生命的祝福。所以如果你时常保持着这个渴慕的心，你会发现当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你会发现神会从他的话语不断的在告诉你如何开启你的眼睛，然后明白怎么样弃暗投明。最后他说脱离魔鬼的权势。所以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当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一个为什么他可以如此的喜乐，即使再怎么样的困难，再怎么样的难，再怎么样的痛苦的侍奉，他都可以去面对。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清楚，我们也不明白，是因为我们的心也没有被打开。所以耶稣他特别差遣保罗的使命是什么？是要叫他去使人眼睛得以看见。
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都是参与教会侍奉的同工。牧师要鼓励你们，我们的侍奉不单单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而已，还有一个部分是你有没有让旁边的人看见你，因为你的侍奉而看见了主的荣耀。如果人家看到你只不过是彰显你自己的荣耀，彰显你自己的能力，那么那不是真正的侍奉。我觉得一个侍奉是真的可以让人感受到，哇，那是有感动的，是你会告诉他主的爱在哪里，你会让他体会到神的爱，甚至从你身上看见主的谦卑跟顺服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，耶稣差遣保罗的使命是让人眼睛得以看见，不是身体的视力上面看见，而是属灵生命的从瞎眼得着看见。我们今天我们是否能够活在灵里面的黑暗当中？我们怎么样去看见我们生命的光明面？求主帮助我们。今天圣经节这样说，实际上眼睛得以看见有几个部分，我们一起来看，就是从黑暗面进到光明面。圣经里面说18节说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。黑暗代表的是罪、迷失而且无知被控制的，光明代表的是真理、自由、清晰可见的，而且是有方向感的。所以我要问各位，当你在侍奉神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个方向跟使命。你在侍奉的时候是反正我时间到了，我来侍奉，侍奉完了我就走了，反正我也不管别人怎么看，那是我跟神的侍奉关系，是这样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到底是否在侍奉当中，在我们亲近神、认识神的真理道路上面，我们到底有没有认识到生命得救的基础？我们是活在情感的感受里面，还是实际生命的转变？我再说一次，我们的侍奉是情感的感受经历，还是实际生命的改变？求主帮助我们。保罗他原本是一个逼迫者，但是他眼睛从失明3天之后，他看见了。使徒行传第9章，你可以去好好去看这个故事。保罗他经历了属灵的眼睛得以看见，所以我觉得眼睛可以看见，这个属灵生命的眼睛可以看见，对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非常的重要。第二个，我们眼睛要得以看见，有第二个，除了第一个得救的记号，你有没有看见？第二个，你必须要看见领受真理的装备是什么。领受真理的装备就是我们每一次在侍奉当中，原本你可能这个侍奉工作不太懂、不太会，那么你就要怎么样？你就要去问、去明白，到底我要怎么样遵守这个侍奉工作，怎么把它做好。所以你要时常去问你的领导者，问你的同工长者，小组长，你要去问你的牧者，你要去问你的长老，问你的领袖、信仰领袖。我们侍奉神不单单是自己，你一定要试着要去问、了解这个侍奉当中我做的如何。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在侍奉神，每一次我在乐器的侍奉上，当我在学习这个侍奉的时候，我每次侍奉完，我一定会问我的这个贝斯老师，问说我今天弹的怎么样，然后他都会跟我讲，可以用你的心去侍奉就对了。可是我还是会去问他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些细节，当我每次问完，我的老师就会告诉我，你只要用心，你的侍奉就在神面前都没问题。那之后他知道我有愿意想要更多学习的心，他就更多的教导我，所以让我能够在乐器上或者是在侍奉里面能够更加的成长。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8章31节到32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8章，耶稣在圣殿里面教导人，他与犹太人展开一个非常激烈的对话，而在那当中，有些人他表明信了他，表面上是信他的，但是耶稣他指出，真正门徒跟表面上的信是不同的。真正的信仰必须反映在遵守他的道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侍奉神，不能单纯只有侍奉。像我们这个礼拜是青年主日了，
那我们青年，我们帮助这些年轻人，他们在准备礼拜天的侍奉。那么我们就要帮助这些孩子、年轻人，让他们知道，我们遵守神的纪律，要我们在神的殿中侍奉他，不单单是个外在，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主的爱，我们领受神的爱，而我们也愿意用这样的爱的行动来侍奉服侍人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神的道是什么？也就是耶稣的教训。我们要怎么遵守神的道？神的道就是耶稣的教训，耶稣的真理，也就是神的话。所以信仰不是一时的情绪，也不是一种认知啊，而是单纯长久活在与耶稣基督的这种话语当中。我们不断的去学习神的话语，我们不会去妒忌别人。虽然有时候我们会看，好像他做的如何如何，我们会去比较，但是我们不要去妒忌别人，我们也不要去怀疑别人。我觉得我们人与人之间，我们每一个真正门徒的，我们要持守顺服神的话语，学习在神的话语当中来跟随主。第三个，今天我们从神的话语，我们可以看见，要使人眼睛得以看见，有一个很重要，也是主跟随主的门徒应该有的，也就是对灵魂有负担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使徒行传26章17节，耶稣明确的讲，我要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段话圣经里面耶稣明确的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愿意跟随他的人，都应该要明白，我们不只是得到祝福，而是要领受一个使命。这个使命就是要使人眼睛得以看见生命蒙恩的真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弃暗投明是一个生命极大的转化，归向光明不是一个单次的行动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受洗了，好像一次性的行动，说感谢主，我已经受洗了，成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。可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方向的转变啊，我们的生命还是依然故我，我们的生命还是一样，反正我就是不想要做侍奉神的路，我就是不想要亲近神。我们已经受洗了，我们已经得蒙神的救恩，可是我们却没有弃暗投明生命的转化行动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门徒训练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转化生命转化的几个指标。第一个，你要明白你到底有没有更认识神。如果你要更认识神，你要更多读神的话语。第二个，你必须要明白你有没有更顺服神。我们有没有更顺服教会在侍奉当中，当我们参与的时候，我们是否愿意更多的顺服，更多的去明白侍奉背后的意义。第三个，我们要去明白我们是否能够更多读经跟祷告。第四个，我们是否能够关怀别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侍奉神不是一个工作，我们侍奉神是一个使命的目标，是为了要让人的生命得蒙救赎。第四个，最后我们眼睛要得以看见，就是要有回转的生命，也就是得着赦免，罪得赦免，得着基督所赐给我们恩典的基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因为信我而得蒙赦罪。我们是否真的相信耶稣基督？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就应该要如同今天的故事里面保罗的经历一样，他迫害基督徒，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认识那位爱他、拯救他、拣选他的上帝。所以上帝透过耶稣再次在他的生命当中显明，让他明白他的生命不是单独的，他的生命不是单打独斗的，他的生命是要跟所有的基督徒、所有信主的人一同得蒙生命的基业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学习在保罗得救的生命当中领受一个真正的呼召。牧师要鼓励各位，每一次我们领受的门徒训练的工作，我们不单单是学一个知识、信仰知识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，我可以如何来回应上帝，用我的生命来爱更多需要被爱的人。求主赐福我们，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感谢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，因为你差遣我们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你拣选我们，帮助我们，
求主你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如同保罗一样，使我们生命里面的心眼得以被看见，让我们能够打开，能够学习看见神的真理跟话语，学习弃暗投明的生命，进到神的恩典宝座里面，让我们更多的明白我们的生命有使命，是要带领人，让更多的人明白神的话，让更多的人明白遵守神的道，而得着生命的基业。谢谢主，我们要再次将我们的教会，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他们愿意生命的摆上，在神你国度的建造上面。求主你赐给我们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有足够的信心跟喜乐，带出生命的使命，为主做美好的征战。求主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也时常为牧者来祷告，时常在为牧者的家庭，为我们教会在前面的福音的推广的路程，我们都能够有更多的祷告，能够建立神所喜悦祷告的殿，让我们经历圣灵的大能，来为主所用。谢谢主，我们再次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集恭敬的仰望，求主你的话语再次激励我们的心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们。求主赐福大家，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半到8点半，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。愿你平安。